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是命运。今天的影片呢，我来到了屏东的大坑湾，然后呢，我后面的就是滨湾码头，也就是叫做海上宝石。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来跟我一起体验游艇旅行一日游。 早安！我现在呢来到了我的民宿，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昨天晚上住的民宿。这是我的房间进来的门，这边就有一个厕所。从厕所出来之后，这个就是沙发，然后小桌子。这个房间我觉得很酷，就是它有阳台。屏东早安，非常棒的一个房间。房间的电话，喂。哦，好，谢谢，拜拜。提醒我下来拿早餐，也太贴心了吧！去楼下拿早餐吧，反正。 现在肚子饿，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大门一进来的，会看得到这些。我好喜欢这幅画，这个颜色好漂亮。遇见秘境 ，Meet Secret。柳橙汁跟这个是黑咖啡，哇哦，这边一个小水果，哇，感觉里面的东西超多的，哇塞，好吃耶！我们来先喝这个柳橙汁，里面有美乃滋跟是这种小小的菜，里面加了那个花生酱，所以呢就是味道甜咸的那种感觉。 Meet Secret。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华侨市场，我今天在这边吃生鱼片，因为在蒙古我们都不会吃海鲜嘛，所以我一直都不会吃鱼跟海鲜类的。现在呢，蒙古人在台湾第一次要吃生鱼片，然后这个是鲑鱼，好紧张，哇，好软软的，好嫩哦，原来是这个味道。 那我们接下来吃这个比目鱼，还不错吃哎！哇 ，Oh my god， 这个是鳗鱼。好，广州2汤1菜。不错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是花枝还是什么？花枝哦。对。这个看起来超级生的鱼片。 海藻，这个可以生的虾子，这个是老板招待的黑轮，好酷哦！屏东名产双高润，一颗一颗的蜜豆，哇，双高润我也是没有吃过哎，嗯。 好 QQ 的，好特别的味道，好吃吗？喜欢。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没那么甜诶，就是刚刚好那种感觉。哦。好酷啊，喜欢。那我们下一站呢，来到了华珍伴手礼店。哇，这个里面好香哦。
超多的这个屏东的伴手礼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里面的会长这样子，3种不同的口味：花生、南瓜子、黑豆。那我们现在来吃这个花生口味的，哇！上面有花生耶，大家看，哇，好可爱哦！好吃呢，总统认证的饼干。左滑右滑是什么？左推右推是什么？对，这叫左推。身体侧一边，左手扶在这个平台，右手去扶对面。你不要扶同一边了，等下掉下去。扶对面，屁股就挪过来哈，1、2，就这样坐下。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大鹏湾西湖咖啡，然后我们现在在划独木舟，我第一次划独木舟诶，各位，哇哦！由前往后滑。哇，这个也太好玩了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红树林。哎，对了，前面的这个桥是那个跨海大桥。哦，靠海大桥。我们现在滑回去了，谢谢。我在玩水，好放松哦，各位。是不是有浪的时候比较好玩？比较刺激。对，比较刺激呀，好舒服哦！天哪，现在有鱼在跳。什么？哪里？掉下去了。哦，真的？很大吗？还是小只的？那都是小小的，差不多10公分这样。前面那边。哦，真的耶，有鱼耶！他想说出来秀一下。你这个会累耶，一直滑的话。对。谢谢你，一直让你滑。水上钢铁人是什么？对，就是先在水里面，然后用那个刚刚水上摩托车的动力，然后它会有产生2个水柱，然后让你可以站着。哦，真的吗？哇，我想体验看看呢。天哪，他们在给我们示范水上钢铁人，太厉害了吧！哦。天哪！海豚跳，海豚跳，还很浅。啊，所以是全部都会那个坐的人会控制吗？它要控制油门而已，方向是由前面那个，很浅。天哪，也太可怕了吧！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耶，水上钢铁人。好，明美哈，我跟你说明一下哦。好。等一下呢，你也要下水。好。你先坐着。水很深吗？会，对。没关系，你坐着哈。我叫你下水，你再下水哈。好。哦。好，明美下来。没关系，不会。这样子。随便你。老团边。啊，你来到我的上面，明美。来到我。不会。来换手，它不会沉下去。放手，夹到。哎，手看你脚。有没有怎样？手不要怕，你手放手放。换手，不要怕，手换手，不会沉下去。飘着会飘哈。不要怕，不要怕，放轻松，放轻松。有。谢谢教练，感觉我很重。这位是刚刚我们一起水上钢铁人的教练，你当教练多久了？哇，我在这里7、8年了，快10年了。了解。谢谢。不会，辛苦了。不会，很有趣。下次你有机会再来这边待久一点，把每一项都玩一玩，体验更多。对，谢谢。各
各位，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下一个景点，就是叫做帆船基地。然后刚刚穿了这个救生衣，刚刚玩那个水上钢铁人，超好玩。幸好有教练，我就跟他一起，超级刺激，超好玩。我们现在在帆船上面，船长在后面，好舒服。我们4月7号到18号有帆船生活节，有各种的帆船，还有游艇趴，还有各式的体验活动，像独木舟、SUP， 对，帆船都可以体验。欢迎大家一起来！桥即将开启，倒数了耶！2、1，跨海大桥，这边很多人都来这边，就是看那个桥打开。好，大家，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来到了青州湾的风坝，然后我现在在海边附近，浪超大的，各位。现在其实太阳已经下山了，来到风坝的话，就是从那边看夕阳的话，绝对非常的美。这边的那个沙子怎么是黑色的？我没看过黑色的沙子哎。因为这边刚才有涨潮，就是这边湿掉的。现在来到了屏东东港的卫浴食品伴手礼店，这位他是这家店的店长 Apple， 苹果的意思吗？对对对，你的名字好酷。我们是松品的专卖店，我们的工厂啊，目前东港是唯有欧盟认证的，所以我们的鱼松系列，还有像蛋卷啊，这个都已经有外销到欧洲、美国、加拿大。来，这个先试试看，这个是樱花虾脆松，这个樱花虾脆松是全台独卖的，这个是鲔鱼松。东港是鲔鱼的故乡，所以我们将我们在地的这一些的鱼货啊，把它做成我们东港的伴手礼，而且也是很热卖的，很好吃。明美可以试试看，谢谢。了解我们东港的味道。好，谢谢。直接这样吃掉吗？对对对。樱花虾全世界就是日本跟东港还有台湾这一边有。所以它是很珍贵的虾子，它有一点香酥的口感。所以这次直接要吃掉吗？对，好吃的。好，那我这样真的就玩了一整天的屏东大鹏湾，然后我觉得这一天是在我人生中就是最美好的，然后就是最难忘的一天，因为我在那一天就是做的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人生的初体验，那像是第一次吃生鱼片啦，然后第一次吃鱼松蛋卷啊，划独木舟、坐帆船啊，然后第一次玩水上钢铁人啊等等，就是在我人生中添加了非常多的色彩，然后也是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的特别，然后一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我其实那天在屏东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很多非常亲切的当地人，
就是我那天满满的感受到就是南部人的热情。那台湾一直以来就是拥有游艇王国的美名。那今年2022年大鹏湾帆船生活节 All in One 为主题，即将在4月8号到4月17号在大鹏湾滨王码头登场，耶！大鹏湾帆船生活节是1年1度的国际级游艇盛会，那系列活动非常的丰富，像是台湾首次引进的 Yacht Circle， 也就是船具派对，还有帆船游艇的各式体验、海滩音乐会与电影院、屏东观光全市集，另外还有屏东在地小旅行哦，超多系列活动在热烈报名中，大家可以搜寻大鹏湾帆船生活节的官网以及永传大鹏湾幸福小琉球的 FB 粉丝专页查看最新消息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但是呢，我的心还在屏东。我觉得在屏东旅行的这一天，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然后就是最完美的一天。好，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记得分享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